考到問你啦，今日咧跑咗11場賽事啊，咁啊今日呢條片當然咧係食美會嘅推介嘅，我會全場分析第11場3班1400米，咁啊測完之後咧亦都有膽連腳嘅推介嘅喎。另外，尋日上一條片就係呢條啦，未睇嘅朋友咧記住睇咯喎。嗱，無論咧係舊會員好、新朋友好，記住啊加我哋呢個 WhatsApp 號碼，因為咧嚟緊賽日，甚至乎好多海外賽日咧，我哋咧都會有一啲咧免費嘅分享嘅，咁啊臨場咧亦都會有啲咧重心馬膽俾大家買 Win Pay 啦，亦都可以作為3重彩啊連贏馬膽嘅噃。Hello， 我係 Yumi 啊，未訂閱我哋 Win Win 工作室嘅朋友咧，就記得要訂閱我哋呢一個 channel 啊。咁撳完之後咧，記得撳全部啊，咁就唔會咧遺留咗我哋影片噶啦。咁另外啦，如果想賽馬日收到 Tracy 同埋 Emily 嘅賽日免費資訊咧，就記得加佢最底嗰個 WhatsApp 啊。嗱，呢一場馬咧，其實睇落去咧應該有正常步速嘅。點解咧？除咗2號天星有時會擺前走之外咧，另外啦3號綠野飛馳啦。上一次咧跑1200米都放頭嘅，另外啊5號嘅同樣美麗啦，上個馬季大放異彩啦，放頭嘅7號有型啦，前置型嘅跑法，再加上10號嘅元朗精英，嗱呢隻馬咧其實休咗咧都成半年嘅，佢要發揮得出水準咧都要擺頭走嘅，咁啊之後咧就冇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場馬咧應該咧係有步速嘅。嗱1號嘅黃銅飛將啦，呢隻馬咧嗱佢沙田同程就未跑過嘅，沙田草嘅跑過2次咁大把啫，板上袁幸堯成日跑泥地，所以俾人哋感覺咧草地咧可能唔識。但係我覺得呢隻黃龍飛將咧，今次擺有30倍咁多咧嚇，小心嗰啲3、4重彩配嘅咯嚇。2號天星上一次咧慢步速咧，竟然輸得即係跑得比較差喎。佢上次已經係用咧贏馬嘅方式啦，可以抄翻1月18號嗰隻由頭放到尾啦。會唔會話係壞咗咧？就真係唔知。同埋咧，上一次咧，其實咧佢跑完之後咧，嗰個賽後報告咧，亦都咧有講天星咧就完全冇問題，唔知發揮即係發揮咗啲咩，發生啲咩事咁樣啦。所以呢隻馬古靈精怪，好難話買佢咯。嗱，起碼唔會早膽先呢啲馬就。3號綠野飛馳上一次就跑1200米啦，快放2段，臨尾就斷啦，跑咗第6，輸4個馬位。之前其實跑1400米都好準成。最重要呢隻綠野飛馳咧係唔可以唔拖嘅，因為點解2冠7亞同程喎，跑9仗都喺晒度啊，點唔拖咧？冇得唔拖。但係我覺得呢隻馬咧，佢今仗要贏咧係有啲難度啊。4號超勁赤兔呢隻馬上一次慢步速贏馬啦，贏靈燈啦，靈燈再出咧亦都贏馬啦，咁亦都贏天星啦。我覺得呢隻超勁赤兔咧喺潘明輝手上咧，好似變咗另一隻馬咁，尤其是咧可以慢步速擺前走，非常之機動。雖然今次跑咗9檔啦，但係我覺得咧佢機會都幾好噶。5號同樣美麗呢隻馬就2月22號休跑完之後咧，就休到上次5月3號，哇大敗27個馬位，跟住一定要搏住試閘啦。跟住但係試閘咧都輸好遠嘅，未得㗎，呢隻馬全力減分啦，估計。6號澳星呢隻馬就賀兒馬房咧就連續3課試閘都潘明輝試嘅，3課試閘都普普通通嘅，得個8成靚嘅啫，要操多啲先啦。跟住7號嘅有型量呢隻有型量咧，其實上一次潘頓騎翻跑過第3，因為前一仗咧落到大熱門2.4倍，好礙眼，輸得非常之礙眼。咁上一次亦都追翻第3啦，輸俾神謝退役啦。今次再試閘咧，由頭放到尾，呢匹馬會搏嘅，排個2檔。睇下前面嚟唔嚟快放啦。呢隻馬同佢隻同主馬差唔多跑法嘅。綠野飛馳同佢亦都好相似。嗱，留意一樣嘢就係咧，有型嘅喺3月22號咧，佢係贏綠野飛馳2個馬位嘅，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嚟噶。8號開心勇區跑好似咧冇咗嗰種即係生氣咁啦。前一仗1600米咧都跑過第2，上一次轉去快活谷咧直情近都唔近，1400米又跑過2次唔得嘅。13檔難啲啦嚇，如果我係計擺前走，即係有機會嘅話咧，都係止於3344。9號真智神嗱，呢隻馬你留意啦，上一次慢步速喺外碟
奧爾嘅慢跑咧，真係發揮得出佢嘅後勁，同埋咧佢咧其實輸俾首飾天空嗰仗咧個時間好快，1分21秒2咯。咁我覺得呢個尊智臣咧喺3班尾盡嘅，仲喺長頭嗌手。10號元朗精英呢匹馬休咗好耐，但係其實咧呢匹馬係好唔穩陣嘅馬，成日出閘有問題，跑下咧又好似唔係好遠跑咁，咁啊久休咧難以有信心啊啲馬。11號正本巨星方家派用布浩榮，其實布浩榮呢騎功真係麻麻地，排過11檔，雖然上次跑1200米就嫌短，但係咧落飛落到3.1倍喎。咁啊賽後報告咧有。好似冇乜特別咁啊，咁因為佢輸得比較遠同埋落飛比較重啦。佢話正本巨星咧就簡單一句並無發現異常之處咯。好啦，12號櫻花酒杯咁啊，前一仗興勝啦，贏兩個馬位，上一次係2.1倍跑第4，輸俾超勁赤兔2個馬位。咁我覺得反先超勁赤兔嘅機會應該冇咁高。13號開心老闆呢隻馬前一仗4班贏馬，上市上3班就話地林咧就唔啱跑，跟住咧走咗去排個14檔咧就 win 上就冇噶啦呢啲。14號標誌好學，咁上一次咧就135磅咧贏1200米。突然間咧就升班真情，嗱其實升班真情我覺得係大忌嚟，計馬嚟講啦，上一次個提速啦，加上個真情啱嘅，跑多一仗或者係如果上次有中嘅朋友，我覺得要拖啦嚇，但係如果真係指定配嘅咧，我都係最多都係孖 T 啊，4輪再拖下佢。嗱呢場馬咧推介馬膽咧有分頭嘅，咁啊10倍9號尊智臣。呢個尊智臣咧，其實睇佢個走勢上一次真係頗為輕鬆，復課睇佢收身咧更加結實。馬咧就唔係話好大重身咧，馬1080磅中等身材啦。咁同埋咧，我覺得佢輸俾首飾天空咧呢啲馬咧個人身位咧，尊智臣個走勢挨住咧200米。所以我覺得佢仲有評分係受嘅。好啦，配腳方面，如果真係1拖3嘅話咧嚇，即係連贏3輪賽啦嚇，你3號綠野飛馳點都壓咗個位啦，因為佢9仗都喺度，點唔拖？冇可能唔拖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跟住啊4號嘅超勁赤兔啦，上一次真係贏得比想象中容易，或者係馬房真係揾到佢最好嘅跑法，時間亦都好啦。咁啊姿勢亦都好啦，我覺得咧佢而家有10幾倍啦，繼續拖落去啦。最後一匹拖埋7號有型量啦，上一次跑第3，潘頓好重視，因為咧呢個有型格嘅馬主，佢一定重視呢隻馬嘅。咁啊唔做膽係驚佢無端端又玩嘢倒做啫。咁但係作為配角都 OK， 尤其是呢隻馬又係麻煩在咩？佢贏過綠野飛馳2個馬位，咁你綠野飛馳一定要拖，咁佢有咩可能唔拖咧？係咪？所以呢兩隻馬咧熱係熱嘅啦，但係咧就必定要拖嘅啦嚇。好啦，當係1拖3一定要咁樣啦。如果真係要揀多隻而有分頭咧，可以拖多次2號嘅天星，真係唔知佢上次跑啲乜，亦都唔知輸啲乜。如果臨場有15倍嘅話，真係要拖，跟住覺得綠野飛馳啊，同埋有型量係熱嘅話咧，嚟拖下呢啲天星嘅馬咯嚇。佢潛伏咗喺度好耐㗎啦嚇，呢隻馬又係㗎。最重要一點解我講嚟講去都如果有注馬話拖多注啦，佢1月18號又贏綠野飛馳3個馬位，即係如果你用綠野飛馳作一個叫做咧去對比下中界線啦，贏過佢嘅基本上你都要拖咁滯，因為佢喺呢度9仗都即係坐2望1嘅，咁你贏佢天星同有型量。咁值得拖啦，因為始終都係天星起碼10幾倍嘅係嘛嚇。咁如果冇注馬咪唔好拖咯，拖頭先嗰啲。如果連嘢尊智臣連人位置 Q， 我諗點都會收到注嘅嚇。食埋天星可能穩陣啲嚇。好啦，呢場馬就係我分析，希望幫到大家手啊。